外圍要留意埋歐洲央行議息啦、美國企業嘅業績啦，同埋美國大選第3場辯論嘅嚇。嗱，星期三亦都有重投中國嘅數據一大紮，內媒啦煲大啦過萬億嘅債轉股嘅規劃啊。咁啊，建行啊、雲南石業啦成為首單啦地方國債嘅即係企業嘅債轉股就正式落地啦。咁啊嚟緊亦都計劃咧，似乎係要做民企債轉股咯喎。啊，得緊啊，先唱淡呢一個港房啊，話參考咗咧係98至03年，一般升最長係6至8個月，最多升幅68%。啊，港房年頭至今升幅佢話將近到頂，而得緊啦、瑞銀啦夾埋大摩今日力推係基建股啊嚇，年底話 PPP 佔咗成70%以上咧，都係基建投資嚟嘅。喂，兩位早晨。早晨。好啦，咁啊嗱，今個禮拜頭先都聽到啦，都幾多嘢喎。嗱，由外到內都有啲嘢喎嚇。你今個禮拜個即係 focus 會擺喺邊先？我先睇咗外圍先啦，因為中國嗰邊都係禮拜三先開始有數據，咁佢講個高壓經濟，令我咧真係好忐忑不安。係啦，即係先前咧，我哋好似做咗好多集節目咧，都講緊咧，估緊咧聯儲局究竟咧即係耶倫係鷹派定係鴿派，咁啊發覺咧原來全部都錯晒嘅，咁啊原來佢係龜縮派，係啦，咁啊佢又鷹又鴿又鷹又鴿啊！而家講緊咧，即係市場上邊咧嗰個嘅方向就係即係開始有共識啦。12月咧可能會加息，咁佢咧就同你玩下呢個高壓經濟，咁想 overheat 嗰個嘅 economy，咁令到佢咧即係整個勞工市場叫做有一個咧即係短缺，又或者係咧容許下啲嘅即係成個 CPI 上到去2% 樓上一陣咁樣。咁但係而家嗰個問題係究竟個市場應該跟你邊咧？即係每同咧一啲即係佢，如果你話即係坦白啲嚟講咧，佢一定係一個好鴿嘅言論嚟嘅。咁但係咧另外咧即係其餘嘅一啲委員咧，其實咧就同佢唱翻反調喎，每次都係咁樣嘅喎。咁所以呢個市場就無所適從。我心諗佢咪夾埋嘅先。嗱，佢無啦啦講高壓經濟呢個令個市場有啲嘩然㗎，因為佢突然間 feel 到，如果你咁樣 up 嘅話咧，即係你要做更多嘅刺激措施咧，去令到經濟熱啲，然之後個通脹係比起你預期更加高。咁即係話點會做收緊政策咧？咁樣去諗，但係後來佢個委員阿杜德利又話唔係啦，年內好快加息啦，即係搞到咧嗰啲資產價格唔知係反映邊樣好。我諗啊，兩邊就冇完全嘅衝突嘅。咁你會睇到好多委員係好想年底前加一次息嘅。咁從利率期貨顯示，市場都接受咗啦，即係依家你都70%以上咯機會。咁大致最近喐得比較緊要都係債價啫。咁啊，股市雖然輕輕地有少少調整壓力啦，但係個壓力又唔算話真係太大。咁啊，反而我諗佢哋希望俾一個信息市場咧，就係就算我12月份加咗一次息都好啦，我之後嘅 path 好緩慢係啦，會係非常緩慢。咁佢用咁都要有個藉口㗎，唔可以我加完又停完又唔知幾耐再加，咁即係冇人可以有啲扶手柄去估到你點諗啊。咁所以佢就提出一個所謂叫高壓經濟，就話我低利率維持一段時間，我忍受多一陣都唔緊要嘅。咁因為呢一方面咧，可以倒逼翻個經濟個活力啦，可以翻到嚟。咁但係個時間性點樣拿捏得準咧？即係你高壓到去邊啲地步先唔會引致個資產泡沫爆破？咁呢個真係充滿咗藝術啊！因為佢哋咧，從來啲人即係譬如記者又好，邊個問佢哋咧，逼佢哋講喂，股市似唔似係潛在會有泡沫啊？又或者債市會唔會係多啲？佢哋咧對於債市個憂慮係比較大嘅。最近佢哋嗰啲言論咧，咪嗱加息，跟住咧個市場喺投票上面咧係信咧喺個債市度反映㗎。你見一啲嘢係流翻出嚟，然之後債息係升㗎。咁似乎呢係啊，跌落去係佢想做嘅嘢咧，係咪？即係嗱，因為你唔可以一面倒創造一個我哋持續會好寬鬆嘅景象咧。咁但係出邊又好似危機四伏，變咗人人喺度搶腰咧。你個美國債市咧有機會潛在爆破，即係全球都喺度講緊。咁你呢個時候可以控制翻個預期，睇下啲錢會唔會由個債市度流翻出嚟嘅話，其實對於佢哋嚟講係即係唔會綁手綁腳喎。因為你知啦，債市勁啊，然之後股市勁，佢哋亦都影響咗自己能夠加息嗰個步伐㗎嘛，俾市場挾持㗎嘛。而家聯儲局，所以似乎佢係玩緊呢一啲嘢，睇下得唔得。咁但係我又覺得咧，即係阿耶倫咧講呢番言論嗰個時間點咧，就會令到市場好混亂啦。嗱，一來講緊真係咧，即係嚟緊會大選啦；二來咧，點解你唔會等到咧12月啊？如果你真係想加息嘅，你加咗息之後，好啦，你睇下個市
場個反應，再做呢啲咧就係話高壓經濟嗰啲研究咧。因為而家市場仲喺度諗緊佢係想研究啊，定係點樣去做咧？咁呢樣嘢咧會令到個市場咧喺嗰個政策方向上邊咧會比較混亂。即係咧，OK，你話到騎劫，咁啊以往已經騎劫咗好耐㗎啦。咁所以咧就係點解有啲大行嘅分析咧就係話耶倫嗰個稅位可能不保啊嘛，因為完全地俾個市場拎住去走啊嘛。咁啊你好似咧即係本身即係你完全唔容許佢任何嘅震盪啊！即係如果你話做一個加息嘅動作，你等佢震咗落嚟嘅話，咁其實你可以 observe 中間個環境究竟發生啲咩事，震咗落去啦，究竟邊個範疇係最弱嘅話，咁你再做一啲微調嘅動作，你大把時間㗎嘛？點解你喺呢個時間做一個咧即係咁嘅言論，同翻你所有嘅一個嘅即係委員咧行一個相反嘅方向？好啦，即係我會部分認同 Matthew 你個睇法嘅，就係如果你話咧即係講緊好啦，12月係會加息，咁而呢個高壓經濟論咧係會令我諗緊嗱，佢上嗰個嘅即係 CPI 係上到2% 樓上㗎嘛，咁佢有一個信心覺得嗰個通脹係上到去咧2% 樓上，佢先至會講呢啲咁嘅嘢嘅啫。咁樣度做咗一個加息嘅動作咧，咁其實兩邊咧就唔會話有一個咧即係所謂矛盾嘅理論嘅。咁但係咧現階段咧個市場就係猜測緊，即係正如 Matthew 你所講啦，究竟喂2.3% 啦？定係好啦，嗰個嘅即係失業率要落到4.7、4.5% 啦。個非農業新增職位係咪要持續地喺20幾萬樓上，持續地6個月啦？咁你完全冇數據去度啊！咁所以咧，我會覺得咧，即係短期內呢個債市會令到大家咧嗰個睇法上邊，即係如果好似即係嚟緊呢個禮拜咁，仲有一啲委員去講，咁一定有記者問佢：喂，你點睇個高壓嗰個經濟利潤啊？咁大家咧又會有一啲猜測喺翻度，咁個市場會幾混亂咯。咁最快就係禮拜二啦，咁啊有阿副主席費希爾出嚟啦，跟住亦都有繼續有啲委員係出嚟講嘢啦嚇。咁佢同時間仲有一個問題就係你美國業績期咧，今個禮拜其實踏入一個比較高峰期，即係你慢慢差唔多成80間嘅標普500公司會陸續公布業績啦。上個禮拜咧就即係中間位，即係我哋一個禮拜中間嗰時，你見到美國鋁業啊嗰紮業績咧出現嚟之後，引發一震盪。但係好在咧，就係我哋去到禮拜尾嘅時候，突然間美國啲銀行股出業績咧，又形成咗一個打氣咁樣嘅感覺喎嚇。咁喂，究竟外圍成日喺度講話，即係都係揾藉口，可能做調整啊咁樣。我哋上個禮拜就以為係業績嘅，即係今個禮拜都踏入高峰期，唔知仲會唔會咯？有呢一方面擔心，其實你話整體個業績係咪可以仲有好多理由去推升咧？你話除咗個別好強勢嗰啲科網股，我哋唔擔心嗰啲業績表現之外，其實無論金融業好、資源股都好，雖然可以有個 quarter 可能因為啲資源價格上升啊，或者大家炒下呢加息預期，或者可能因為大家嘅期望實在太低啦。銀行都係因為個 bond trading 嗰度賺錢啫嘛，今次。咁呢啲唔係穩陣，每一個季度都可以持續有嘅收益嚟嘅。咁所以大家對呢啲業績嘅消息咧，可能反應都係得1-2日嘅貨仔啦。反而大家都係繼續睇住究竟個息口去向同埋即係對個經濟嘅影響係咪可以持續有個復甦？如果真係萬一加完息之後原來真係啲經濟瓜得嘅，啲企業盈利真係瓜得嘅，咁喺而家嘅 P 水平其實一啲都唔平啊！大家知道好貴啊，17倍。係啊，即係升咗咁耐，咁大家都知道其實係一個息口嘅遊戲，令到個估值提升咗咁多啫。咁如果即係冇實質嘅嘢支持住嘅話，好自然。即係你睇翻而家美股，雖然之前好多次我哋都化險為夷啦，即係調整完一輪啊，即係驚完一輪之後又再上翻，咁即係我諗某個程度上同之前畫嘅圖畫有啲唔同嘅，因為年初我哋估緊係加4次息啊，加到而家都仲一次都未加到，咁到最終真係加一次啦，咁睇下個市場反應係咪真係咁負面，所以我諗到時先至再定奪，咁但係依家睇嚟要再谷上去嗰個因由咧，就會比年初嚟睇咧係低咗，因為當時大家係驚緊會加4次息，而家最終唔加，咁所以都仲有啲藉口再炒翻上。咁咪 happy 咯！大家諗住喂年底加一次之後就開香檳㗎啦，因為估佢唔會再加，我放下心頭大石。我哋做節目都唔使成日會講喂下個月加唔加息，再下個月加唔加息。最弊而家係似乎市場係形成咗啲預期，係覺得你12月加完一次息之後咧，係好長時間都唔會加。唔係直頭咁就係直頭係咪好咧？我就諗緊係啦。咁樣就
即係有咗呢個預期之後，就算真係唔加，你仲有啲咩因由可以再拱高個估值咧？就真係缺乏咗啲藉口咯。係啊，咁啊，點解我哋又擔心呢樣嘢咧？成日講，因為我發覺呢兩個禮拜有啲微妙變化，就係咧，你喺度講緊加息嘅同時咧，你嘅美金肯喐啦，你個債市肯喐啦，咁你美金做上去咧，你引發咗會唔會即係區內有啲錢其實要需要褪啊？即係過往你見過美匯好舒服嘅水平啦，然之後即係可能英國脫歐之後所造就嘅一啲，主要係即係資金推動嗰個即係回報追逐啦。咁你變我哋區內係咁入錢。上個禮拜咧，我見到譬如新興市場啲股票基金咧個吸資情況，其實依然大概係8-9個禮拜以嚟嘅高位嚟嘅。咁我就喺度諗啦，如果真係做到好形神似真咁樣玩，嚟緊12月臨加息啦，你美匯指數又破翻上98之後咧，區內啲錢會唔會卻步，以至係我哋香港個市場可能要褪翻出嚟咁樣啫？我又反而咁睇喎，因為咧就美國加息咧，大家都預咗1年㗎啦嚇。咁樣我反而覺得，如果佢12月即係講緊即係個條件係個加息機會一降低嘅話咧，又或者甚至佢真係走隻黑天鵝出嚟，佢唔加息嘅話咧，對於個市場個震盪反而更加之大喎。因為我哋都預咗好耐，即係我哋先前講緊4次加息㗎嘛。咁其實咧一早嘅啲資金已經預緊，會唔會話有啲亞太區或者新興市場嘅資金咧會翻去成熟市場美國嗰邊㗎啦？咁但係而家你畏首畏尾咁樣，而家個問題係咧，我就係一路諗緊一樣嘢咧，就係嗱，我唔知呢個擔心會唔會再演化，就係咧，究竟聯儲局佢哋諗嗰個加息嘅方向，佢哋自己嗰個嘅經濟模型去 assess 翻美國個經濟表現，其實係咪真係可以諗到，或者係實際地反映到美國個情況咧？因為咧，即係我睇過即係嗰篇言論，即係上個禮拜五講緊高壓經濟咧，好似本身主席咧都好 frustrate about 佢自己嗰個嘅即係嚟緊嗰個嘅本身成個就業已經去到 full economy 啦，係啦 full employment 嗰個階段啦。咁其實嗰個嘅 GDP 點解仲係得個1點幾嘅增長？係啦，刺激唔到，佢自己都好 frustrate。咁所以咧就諗住咧做呢啲咁樣嘅即係所謂高壓經濟，試驗下嗰個市場。咁啊市場咧最怕呢樣嘢㗎啦。喂，你做咩試我啊？你喺嗰個嘅即係所謂嘅 monetary policy 裏邊做呢啲咁嘅嘅措施。咁所以咧我就驚緊呢樣嘢嘅啫。咁所以咧現階段即係市場上邊咧，我諗咧短時間內會繼續咧去即係流入翻去個 equity market，即係嗰個嘅股票市場去睇下追逐下啲增長嘅回報。咁啊再睇睇嚟緊個聯儲局點樣去部署。咁所以咧呢幾個禮拜咧，你預啲錢咧可能會繼續流入翻喺個股票市場。嗱，我好即係幾個禮拜冇見阿 Matthew 啊，因為我即係成日都要會問下身邊嘉賓咧，最近覺得咧我哋恆指今年嘅高位係咪已經過咗啦？即係24,300樓上。咁分化嘅睇法都係，即係有啲就即係覺得都差唔多，似乎比較難再向上突破。但係另外一批咧，往往都係信資金2個字純粹，就話唔敢講，都可能機會要破下頂添。你係邊諗法？我就相對保守少少。兩個睇法咧，第一就年底加息嗰度，大家睇法都反應都仲係有啲分歧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用翻舊年加完息之後嘅表現咧，就都幾得人驚嘅。咁所以1月開始禁制。係啊，咁即係點都要留一手，要即係小心少少啦。第二咧就睇翻港股通，雖然大家對深港通嗰邊好有憧憬啦，即係一開完之後大家大放煙花希望。咁但係睇到最近港股通流入嚟嘅錢咧，即係大家可能覺得佢哋唔理啦，總之就人民幣貶值，佢哋就會過嚟買港股。咁但係佢哋都係有選擇嘅，你會睇到佢2次去到24,000點樓上咧，就開始減緩咗個買入嘅步伐。咁似乎即係大家寄望啲北水會無限咁樣拱高你個市咧，又唔係太過即係有啲不切實際。咁所以即係缺乏咗呢2個因素支持嘅話，咁有啲咩係可以令到我哋個指數再有一個好大重估？除非就係經濟有一個好大嘅氣息，最近係值得去值得樂觀嘅。咁其次就係話個估值，因為我哋一路好平啦。咁隨住你話當啲人真係信中國經濟唔係好似之前諗咁差，啲企業盈利真係有改善嘅話，咁嗰啲國企股嘅估值啦，唔使單位數字啦，可以上翻10倍、11倍 PE 咁高，咁先有機會有一個比較大嘅重估落。咁但係依家仲係一個醖釀過程咯。咁喺依家剩翻
2個零月，要再創今年高位咧，我自己會有少少保留。有啲保留係嘛？今個禮拜亦都要再繼續睇內地經濟數據啦。即係上個禮拜諗住等嗰啲新增貸款等極都唔到嘅，咁可能即係禮拜1或者禮拜2就會出啦。而家就好多嘅人就暫時個時間表就覺得啊，咁啊禮拜3就會有一紮啦 GDP 啊、固定資產投資啊，即係嗰紮即係啲 IP 啊嗰啲嘢咁樣啦。咁我諗大家唔會覺得太差啦，因為阿李克強總理都開咗口啦，早排嘅時候就每次都會開一次口噶嘛。係啊，臨出數據之前都會講定話下半年比上半年唔會差咁樣嘅嚇。咁問題係大家覺得咁樣係咪滿意係咪滿足啫？因為而家啲題材係比較多喺度轉換緊啊嘛，即係等於大家都估㗎 PPP 喺第4季有機會係構成一個即係托經濟，因為你個房地產打緊啊嘛，咁你又唔會咁快增長㗎啦，咁變咗另一邊頂住咧，你就真係見到放緊一啲 PPP 項目出嚟係加快嘅。咁基建方面希望搞得掂。咁你鄧家雲全年條數冇嘢㗎，但係我哋嘅題材嗰個炒作同埋我哋揸咩股份方面就唔知應唔應該認真。即係上個禮拜我哋嗰幾個嘉賓會討論，係啊，我就知可能會炒呢一邊啦，但係邊個敢買基建股啊？而家你見佢個樣都好似唔係好肯見底咁樣喎。你試下㗎啫，而家現階段，即係我覺得第4季咧係一個炒股唔炒市嘅格局嘅。咁啊頭先都幾認同㗎，即係我自己就覺得咧，先前個24,300咧就已經見咗頂㗎啦嚇，因為咧即係要再炒翻上去咧，除非咧即係個 A 股行，咁但係個 A 股咧即係到呢秒鐘為止已經維持咗成半年都係喺3000點內完全唔喐嘅。咁啊，除非六中全會即係嗰個維穩格局過咗去之後，佢真係喐翻啦。下個禮拜開會係啦，開完會之後咁可能即係，但係你喐嗰個嘅情緒，你唔知道喐上定喐落㗎嘛。咁所以我好難定斷究竟咧對於港股個影響係點樣嘅。咁但係咧，我覺得咧啲板塊上邊頭先都講到啦，資源股其實真係可以再諗一諗嘅，因為究竟即係你見到資源價格嗰個上升趨勢咧，的而且確咧，其實咧就嗱，如果你話即係好多嘅我哋炒開嗰啲煤炭股啊，又或者係鋼鐵股咧，係升咗一陣出嚟，咁但係咧好明顯咧第4季咧都仲有一個咧即係向上調嗰個嘅即係預期喺翻度，咁對於啲股價係會有啲幫助嘅。咁同埋咧以往我哋咧即係一路都冇乜留意嘅，即係譬如乳業股啊，你會醖釀緊咧，即係呢類別咧開始嗰啲奶價又上翻嚟，其實係有主題去炒作。咁我會覺得咧，即係如果你揾呢啲嘅主題板塊去玩下，又或者配合下就睇下個基建股即係肯唔肯喐啦。咁去炒落去嘅話咧，就好過你搏個指數再上翻破頂個位置咯。咁我就純粹計個直播空間嘅啫嚇。咁而現階段咧，啲錢咧都似乎係咁樣流入去呢啲板塊裏邊。兩睇喎，嗱你就講嗱板塊好啲啦。另外咧有啲講法就係話，啲指數都未必會太差，因為咧可能啲錢咧真係由房地產咧又係湧翻入去個股市度玩下。即係咧配合你可能開完嗰個六中全會之後，會唔會有啲好嘅嘢大家會啱聽嘅？咁變咗喂房地產嗰邊你都見到啦，即係出咗好幾個月嘅打壓樓市措施之後，真係價量跌嘅，價量齊跌嘅，好多一線城市會唔會真係會重流翻去個主板嗰度玩下先呢？咁樣咯又。我就暫時未睇到呢個趨勢。如果你睇翻上證市即係上海市場啦，嗰個交投量依家枕住都係千零億嘅。有冇同啲內地客傾過最近嗰啲？佢哋點解咁中意要買港股？就係驚人民幣下跌。咁其實你買內地房地產，某程度上亦都可以抵禦到個資產即係購買力、貨幣購買力貶值嘅風險。咁你買股票咪可以做得到咧？講緊 A 股咁即係所以佢哋冇咁大嘅迫切性會要去買即係要轉頭翻買唔到房地產啊，就要走去買 A 股。咁而我哋從一啲客觀數據睇，就係個成交量。一路枕住都係3-4千億，咁而從即係有咩辦法可以提升翻咧？除非好似舊年咁，我哋極大鼓勵做槓桿。咁但係如果你睇翻而家個管理層嘅思維，佢哋最緊要就係穩定。我唔介意你個上中指一年都係3000點，嗰100點上落。我搞緊其他嘢啊嘛，因為係啦，我即係唔好出亂子咧，就係我最大嘅政績。咁所以即係你唔好期望佢會有啲咩特別好大嘅政策會令到成個市場出現一個
翻天覆地嘅變化。我暫時預計就好難出現。好啦嚇，咁啊呢個我哋再繼續觀察下先啦嚇。咁啊嗱，暫時可以望一望咧，我哋嗰個期指咧到而家呢個時候就都係要跌差唔多90點，咁啊落翻去23,120點啦。區內市場唔係話特別太差喎，你見日經升少少，唔係升到勁，升50幾點，因為個日圓咧都係比較偏弱少少啦，係104樓上嗰啲位啊。但係今早咧有一個即係資金市場嗰度就比較緊啦，因為你見淨回籠資金咧係今日成1745億㗎嚇，真係連日嚟咧唔係好肯冚咧嗰啲公開市場到期嗰啲係數㗎嚇。咁但係咧今早就有好多咧啲資源價格咧喺內地期貨一開咧係爆升，包括煤在內嗰啲。咁啊，陣間睇下會唔會構成一啲炒作嘅空間啦嚇。咁啊，恆指開市會係跌68點，咁我唞一唞先，陣間翻嚟咧同內地分析師傾。等埋，唔該，等埋。點解唔俾我上車啊？嚟嚟，過嚟爸爸度啊！你攬呢個啦。點解啊？廣東信貸借足80%，費用全免，議案、轉案息低冇難度，物業、證券任何抵押都借得。廣東信貸。翠明假期，連同澳洲航空及塔斯曼尼亞旅遊局為你呈現一個世界10大旅遊熱點——塔斯曼尼亞之旅。乘坐安全舒適澳洲航空往返，加上專業及悉心行程安排，讓你真正融入大自然懷抱中，盡情享受一個完美假期。詳情請致電27811900或各大旅行社查詢。我呢間香港私家偵探社，1976年到而家已經40年。講到最拿手嘅，一定係婚姻外遇同通姦疑難案件，我哋絕對保密。自知旺角太子總社同北角分社都係為咗保密同令客人有信心。如有疑難，打嚟啦，23818008，23818008。識得賺唔一定要食大茶飯。10元8塊一個幾毫，5個5個一樣可以好好賺。用八達通自動增值，等於每次嘟卡都幫我賺信用卡積分。搭車、泊車、買薯片、買薯條，一嘟就賺。點解唔用自動增值賺分賺到準？即打22662338申請，仲送你高達85蚊超市禮券或 Mobile Reader。紅星江蘇大閘蟹宴，全日8折，每位368，盡嘆3隻大靚蟹。東亞銀行信用卡專享晚市低至6折。邊隻背痛貼對每個背脊都咁妥貼？虎標背痛貼，6方位伸縮設計，緊貼不同腰背曲線，特有草本配方，溫感強效，無痛苦就係虎標背痛貼。德國寶城獻，命運在我手，係由照顧你家居生活嘅德國寶電器及櫥櫃贊助播映。早晨啦，早晨幾位嚟？好啦，恆指開市位咧就低開68點啦，咁啊做緊23,164點嘅。啊，期指方面咧就拉低大概90點嘅，咁啊企翻23,100嗰啲位啦。國企指數咧微微低開就33點，而家企喺9,567點嘅水平啊。希望快啲跟翻美股上個禮拜啲升勢啦，啲銀行股業績唔錯啊。A 股方面暫時今日咧都要望一望啦嚇，似乎就算係幾利好下嘅，因為咧雖然話震盪。
窄幅震盪之餘，但係肯咧慢慢咧就即係走上去啦。所謂嗰個重心內地就講話一路上移緊嘅。上證咧唔經唔覺亦都係7連陽啦，咁但係成交咧唔揚嘅，偏淡嘅仲係啊。新消息方面就投資者一人一個一碼通嘅戶口，咁 A 股帳戶最多只能夠開3個，究竟嗰個詳細個情形同埋咧係真係利好啊，定係有少少即係偏利淡咧？就轉頭傾下。咁啊，另外就14間 IPO 啦嚇，共集資唔超過咧73億內地方面，咁但係要留意翻啦，阿里同京東嘅指定物流合作伙伴咧，中通快遞呢間公司咧就去美國上喎，反而個淨利率咧其實係好過一啲即係順豐呢啲對手嘅，咁就睇一睇究竟加上咧總理就重提翻擴大咧消費政策措施等等，未來1個月就嗰啲光棍節啊成啊，睇下會唔會真係可以呢個板塊睇翻多少少。咁啊，其他消息方面就北京房市最新就反映係咪調控已經有效咁出現咗咧？因為國慶打後2個禮拜啲新房交易量咧，網簽環比同埋同比都係跌超過40%。咁啊，另外睇埋啦，神州發射今朝睇過啦，中字頭會唔會有機會再升空咧？亦都可以傾嘅。另外旁邊咧有李健雄先生喺度，就係廣發證券廣州投資顧問嚟嘅。早晨，李生你好。早晨。早晨。先問阿李生個意見啦，個市就估佢慢慢上㗎啦。但係頭先我哋提到話，即係一碼通呢樣嘢，我哋又唔可能唔係好熟悉嘅呢邊。同我哋解釋下，究竟如果真係執行咗一人一個之後，呢啲戶口之後咧，你覺得即係對個市會係偏利淡啲，定係其實都係有啲利好喺度？其實舊年中證燈係將呢一個開戶嗰個上限係去叫做係放寬到20戶，咁其實咧係有利咗好多啲互聯網平台為主嘅一啲電商，咁係因為佢哋個開戶數量係出現咗一個大幅度嘅一個上升，但係對傳統嘅電商嚟講嘅話咧，呢個競爭加劇亦都係令到佢哋嗰個佣金戰係打得好緊要，所以其實今次呢一個嘅消息嚟講嘅話，算係一種一個偏中性啦，咁就要分翻對兩邊嚟講嘅話係各有唔同嘅一個利弊喺度，咁但係呢個整體嚟講嘅話咧，可以睇到就係話呢個證監方面嘅所謂嘅金融整縮嘅呢個態度都仲係喺度繼續緊，所以對市場嚟講嘅話咧，我覺得稍為會係喺情緒上邊會有一定嘅影響啦，但係實質上嚟講嘅話，唔至於會產生一個好明顯嘅一個影響喺裏面咯。但係頭先我哋咧睇啲內地嘅報章咧報道咧就話A 股嘅帳戶最多只能夠開3個，我想問清楚同嗰個一碼通之間個關係，或者有冇任何一啲即係分別喺度嘅？其實呢個嚟講嘅話，就係喺所謂嘅呢個一碼通嘅一個指導之下嘅話咧，係從舊年開始係可以最多開到20個帳戶，咁就即係你可以喺唔同嘅券商裏邊都開一個戶口。但係實質上嚟講嘅話咧，一個人嘅資金都係咁多㗎啦，咁你只不過就喺唔同嘅券商之間就嚟嚟去去喺度轉換嘅啫。咁呢個對市場嚟講嘅話，唔會話產生一啲好實質性嘅一個增量喺度咯。咁而今次嘅呢一個收緊翻嘅話嘅一個態度嚟講嘅話咧，其實又係希望就係話避免就係太多嘅呢一啲所謂嘅一啲空戶、一啲虛嘅一啲帳喺裏邊，係叫做係令市場一個規範嘅一種咁樣嘅態度喺度咯。其實近排上個禮拜我哋睇到好多咧適宜好短炒嘅即係概念出現咗啦。但係想問翻你聽一個比較長少少，不過就講長咧都係可能未來個幾兩個月嘅一個情況啦。頭先講下即係呢個電商或者甚至乎一啲快遞業嘅有啲新公司 IPO 啦。其實會唔會借住呢啲消息，甚至乎阿總理亦都提到話嚟緊要搞翻多啲消費政策方面啊，點樣去即係推進翻？會唔會係嚟緊呢1-2個月內地個氣氛上咧，大家都知啦，光棍節為例嗰啲，咁會唔會話令到成個板塊咧係可以叫做睇翻多好啲咧？因為甚至乎我哋講緊話深港通都嚟緊啦，會唔會我哋兩地都可以同時話發掘下呢一個即係主題板塊咁啊？李生。依家嚟講嘅話咧，其實呢幾日嗰個一啲所謂嘅一個快遞寄殼嘅概念都已經炒到比較火㗎啦。咁包括就係話呢個順豐已經係基本上完成啦。咁其他幾個嚟講嘅話，亦都係借助住呢一啲消息喺度炒緊。咁至於就係話包括呢一個所謂嘅一個雙十一嘅呢個提前預熱嘅話咧，亦都係其中嘅一個助推啦。咁但係我個人覺得就係話，從依家嚟講嘅話咧，整體嘅呢個快遞概念，佢哋嗰個估值其實都唔低㗎啦。咁包括依家中通去美國方面上市嘅話咧，其實亦都係有一定嘅爭論喺度，所以對嚟緊嘅呢一個整體嘅炒作嚟講嘅話，我覺得反而就係話同高嘅話係見到就稍微穩陣少少啦。
好嗱，上個禮拜尾咧，其實見到咧就有兩樣嘢就特別就比個市更加叫做跑贏個市啦。一個就係啲即係中字頭嘅股份啦嚇，PPP 又好，或者你叫做基建都好啦，其實都個表現係好過個市。咁另外就即係聯通啦嚇，因為即係母公司方面話研究個混改，令到呢一個禮拜裏邊咧，其實 A 股方面就2日都曾經試過一個漲停嘅幅度嘅。如果話拼埋一齊嚟講啦嚇，聯通方面就有一個混改啦，加埋近排就好興講一啲咧就債轉股嘅啲方案，亦都講緊話啲新嘅公司不斷有啲名字出嚟咧。其實如果你集中喺混改或者係債轉股咧，會唔會李生覺得係其實即係真係有新一輪嘅投資概念，即係出現咗咧，或者係我哋呢一季起碼其實可以叫做咧玩得長遠少少咁？我覺得可能債轉股呢方面嘅嗰個進程，即係會係市場會更加多關注一啲啦。包括今日嚟講嘅話，好似